新竹市铁道艺术村từ日本时代是铁路局的仓库，打翻做艺术创作的展览场地，十外当来有成百位的艺术家捌进驻，最近在举办驻村艺术家的联合展览，咱做伙来欣赏。艺术家当个专心创作，无论是画作还是装置艺术，拢是伊的心血。新竹铁道艺术村这几档，透过市府甲园区业者共同经营，让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，会当甲更较侪共度做伙讨论，刺激更较侪灵感。且可以接受到可能一般大众在对于我们的作品的一些看法，就是比较跳脱出可能以往我们在学院里面都是跟同学讨论啊，跟老师讨论这样子。I very much appreciate to be here, and I like it a lot because it's very peaceful here to work here, and this is what an artist really needs, right? Like a room where he or she can create like peacefully. 新竹出名的景点东门城甲火车头，拢是另外几位艺术家的作品。除了画图，伊嘛设计出这项大幕的麒麟鹿造型装置艺术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在这边有很多的可能性，而且我也做了蛮多不一样的尝试，所以这边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实验场所。这摆展览有6位艺术家接力展出，除了每一个人无同的创作风格，也展现出艺术村的活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